逍遙遊節錄莊子。惠子謂莊子曰：魏王疑我大湖之種，我樹之成而實五擔，以成水漿，其堅不能自舉也。否之以為瓢，則獲樂無所容，非不囂然大也，吾為其無容而剖之。莊子曰：夫子固拙於用大矣。宋人有善為不均手之藥者，世世以平辟曠為事。客聞之，請賣其方8金，聚俗而謀曰：我世世為平辟曠，不過數金，今一朝而欲寄8金，請與之。客得之，以說吳王。越有難，吳王使之將，東與越人水戰，大敗越人，裂地而封之。能不均手一也，或以封，或不免於平辟曠，則所用之異也。今只有5擔之湖，何不慮以為大樽而浮於江湖，而憂其獲樂無所容，則夫子猶有朋之心也乎？惠子謂莊子曰：吾有大樹，人為之書，其大本臃腫而不重成物，其小枝蜷曲而不重規矩，立之徒，象者不顧。今子之言，大而無用，眾所同許也。莊子曰：子獨不見離辛苦，非生而復，以後敖者，東西跳梁，不避高下，重於機備，始於罔古。今夫離牛，其大若隨天之雲，此能為大矣，而不能執鼠。今只有大樹，患其無用，何不樹之於無何有之鄉，廣漠之野？彷徨乎無為其側，逍遙乎寢臥其下，不夭筋苦，物無害者，無所可用，安所困苦哉？